Hello，姐姐， Hello，你好，識唔識講廣東話㗎？我識噶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Yuli，你幾多歲啊？我而家40歲啊，你喺香港做咗幾耐啊做8年，8年有兩個僱主嘅， ？OK，一個僱主4年，一個僱主都係4年。OK，你幾時完約啊？我12月啦， 12月啊係？OK，你使唔使婚姻嚟先？唔使啊，可以唔使㗎，係咪唔使啊？OK，你8年兩個僱主，你平時做咩㗎？有清潔啦，照顧小朋友啦，煮餸啦，買餸啦，洗車，洗車啊係啊， ？OK，個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小朋友4歲同埋8歲，你自己一個工人㗎一個工人。 ？OK，你僱主而家住邊啊？注意係洗工，哦，OK，好，咁你點解唔繼續做啊？可能僱主唔要俾我哋 long service 嗰度啦。哦，唔想俾長期係啊服務金。嗯 OK，好啊。唔該晒姐姐。 ，OK，拜拜，thank you。